分享一下我點樣預約香港大學深圳灣醫院嘅牙科，同埋收費係點，同埋介紹一下睇牙嘅過程。用微信手機預約，先就要交100蚊嘅診金。咁如果唔去，又可唔可以攞得返？之前都介紹過點樣嚟呢間醫院去攞啲喺香港買得好昂貴嘅藥物。我用開隻藥呢就要2600幾，但係喺香港深圳醫院呢，只要用230蚊就可以買到。大家可以用電話，又或者係微信手機預約。第一次使用微信手機預約係需要登記一啲資料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睇返我嘅舊視頻196，連結呢都係擺喺視頻嘅描述欄裏邊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位置呢就喺深圳灣公園地鐵站，可以響福田口岸，又或者喺羅湖口岸。咁我今次呢就喺蓮塘口岸出發。上次喺福田口岸出發，轉車2次，然後仲要喺站內行6-7分鐘，總共用咗22分鐘就去到深圳灣公園站。今次喺蓮塘口岸出發，轉車1次，總共呢就用咗大概40分鐘時間至去到深圳灣公園站。咁你仲有可以喺蓮塘口岸過對面馬路搭一架 M133，亦都呢可以去到深圳灣公園站停車。坐26個巴士站，車費係3蚊，就喺深圳灣公園地鐵站落車就得。落車嘅位置，你對面馬路可以見到深圳灣公園地鐵站嘅 C 出口。落咗車之後，響車尾向前行，咁其實你好快呢就見到深圳灣公園站嘅 D1 出口。咁同你哋坐地鐵呢嘅出口係一樣，對住就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啦。咁喺視頻描述欄，我都會將呢啲交通嘅資料詳細寫咗入去，內容呢仲包括坐其他嘅公交車去到呢個香港大學醫院，俾大家參考一下。而家係示範預約，點入微信，喺頂部放大鏡位置輸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，點選入去。由於我之前已經登記咗，所以按入去呢就已見到預約掛號，按入去就會見到我第一次登記嘅私人資料，再按預約掛號，閱讀佢嘅溫馨提示，然之後按確定。咁裏頭嘅選科呢，就係首先揀個大嘅項目，假設就係我要睇牙，咁你就係點選口腔服務。然之後裏頭有好多細項嘅，咁因為我第一次去睇，所以我就揀呢預約一個就係初診。咁我試過呢，就係預約咗錯誤嘅科目，咁當值嘅醫生呢，就即刻轉介返我去一個合適嘅科目。喺微信手機預約，咁每日準時5點鐘呢，就會發放未來7日嘅空缺。咁但係因為成日都滿嘅，所以其實每日我準時入去睇呢，只係睇到最尾嗰一日嘅空缺，因為前面嗰啲冚唪唥滿晒。咁我成日都要校住個鬧鐘呢，5點鐘即刻衝入去，咁你就機會會大啲。如果唔係，你就會見到嚟緊嗰7日呢都係滿約。咁最後呢，如果你見到邊個日子係啱，你就點選入去。咁裏頭就會話俾你聽，而家有幾多個空缺，咁就時間係幾多，確認提交，然之後直接俾嗰個登記費100蚊，佢就會連結你嘅手機微信。咁如果你係有醫保，你係俾錢嘅時候，就自己點選一個適合嘅位置。我係一個自費患者，所以我就點選上邊嗰項，咁你就依據預約嘅時間去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，揾佢個門診醫技樓。咁你一出咗地鐵，入到去嗰個醫院，向住
左手邊一直行到尾就係呢一個大樓啦。入到去需要安檢，你就可以喺詢問處問一問你睇呢一科係響邊一層樓，或者你自己響一啲顯示板度自己睇。你可以一早將預約嘅資料截圖，又或者好似預約掛號咁入去你嘅個人中心，響頂部按入去呢，就有你嘅預約資料。咁你俾姑娘睇，咁姑娘睇咗之後呢，就會俾表格你去填寫一啲你個人嘅病歷信息。填晒之後，你就坐喺度耐心等待。你可以注意呢，響天花板有個好大嘅電視熒光幕。如果叫號嘅時候，咁你個名呢就會出現喺熒光幕，亦都顯示你要去邊一間房診症。咁注意，牙科呢就有1區同埋2區嘅診症區。咁我去登記嘅時候呢，就去咗牙科門診嘅1區。叫號嘅時候呢，我就行出門口外邊，去佢隔籬走廊嘅2區。嗰日呢係一位講普通話嘅女醫生。咁我講咗個問題之後，佢就叫我入房呢照一個片，咁就用一塊大概係4寸乘4寸啦嘅膠片擺落個口腔度，頸嗰度做一個保護，咁就影咗張片。咁啊去返醫生房呢，咁醫生喺電腦呢就會睇到我牙齒係咩問題。咁佢甚至喺電腦度打開個片，然之後叫嗱，你中意呢，你可以影低佢。同我講解我而家牙齒嘅狀況，需要點樣治療。咁由於佢知道我用緊一隻標靶藥，所以佢穩陣啲呢，就叫我先打開個醫健通，睇下我嘅醫療記錄，然之後再叫我返去呢問一問我香港嘅醫生，我可唔可以接受做杜牙根嘅手術。因為如果喺做杜牙根嘅時候出現啲咩狀況，又或者我用緊嘅標靶藥有啲咩相衝呢，我嘅牙骨呢就可能會壞死嘅。醫生呢甚至立即出去揾一個專業嘅教授去睇一睇我嘅情況。咁最後決定呢，我就暫時唔做杜牙根。我首先要返去香港問清楚我嘅醫生，我嘅用藥，亦都下次呢就可以試下照一個 CT， 睇下我嘅牙本身有冇裂。因為如果裂咗嘅話呢，就基本上就係要掹咗佢，就唔需要杜牙根嘅啦。咁由於我嘅牙骨會唔會因為我嘅藥物影響又唔係好穩固呢？咁你掹一隻牙，可唔可以再補一隻假嘅牙落你嘅牙骨度呢？咁呢個就要後續啦。咁所以嗰日我就因為牙齒裏頭有啲痛嘅，咁醫生就同我做咗個小手術，咁就開咗一針啦，即係亂咗一針啦，咁就返屋企啦。照 CT 就380蚊，咁我原本呢就已經杜咗牙根，如果需要治理就要拆咗個牙套，就係500蚊。咁啊杜牙根呢就係1500蚊至到2000蚊，如果再做返一個牙套呢，就大約5000蚊。咁我嗰日就簡單清理咗牙肉啦，即係開咗一刀。醫生最後俾一張繳費單我，咁我可以落去地下大堂呢個繳費處俾，又或者響門口外邊呢有都自動嘅櫃機嘅，你就可以自動掃描去俾錢。而我就喺呢張繳費單據用微信掃描佢右上角嘅二維碼，然之後直接俾錢，咁都好方便。因為你掃描入咗去，你就會見到賬單裏頭所收取嘅項目，清清楚楚話俾你聽係幾多錢，咁然之後直接呢就用微信支付，咁成個感覺我都覺得非常之滿意嘅。一來就係醫生啦，態度非常之好，好細心。我嗰日就應該係3點半去到，大概等5分鐘呢就可以見到醫生。咁啊4點15分就可以離開。咁我做呢個小手術係需要用少少麻醉嘅。咁就個麻醉呢，就係用一啲膏狀嘅嘢搽喺你牙肉度，咁啊等幾分鐘，咁就麻醉完成。咁然之後呢就幫你做咗一個少少嘅縫針咧，即係戒咗刀，縫咗一針，清潔你嘅牙肉。另外呢，我就有次嘅預約呢，
就忘記咗去。咁呢次我就順便去返嗰科嘅護士室問，哎呀，過咗咁耐，唔知呢100蚊有冇得退呢？咁護士就話俾我聽，如果你係一早知道自己係唔去到，即係假設你預訂咗星期5，你可能早幾日星期2、星期3知道，你就直接喺手機度呢就按退單。咁因為我已經過咗時候，我至記得，咁所以佢就呢寫咗張紙俾我，就叫我去出邊有一個詢問處。咁我嗰日應該喺4樓睇嘅，咁啊詢問處或者自己落返去1樓繳費處嗰度。咁咧職員睇咗我張紙之後咧，就即刻原路退返落我個微信度，咁就問我收唔收到啊？咁我即刻就已經收到退款嘅100蚊，非常之均真。咁我亦都問過，如果你哋需要洗牙嘅服務，亦都好似我預約佢嘅口腔，然之後揀一次初診，咁洗牙咧就係300蚊。咁至於其他嘅睇醫生嘅服務，你哋自己可以喺嗰個掛號嗰度揀選，你係需要睇邊一科咁然之後再細分裏頭。咁就算係你哋預約錯咗都唔緊要嘅，因為我有個經驗就係話，我去到睇醫生講完晒之後，醫生話：咦，你唔係睇呢科㗎喎，咁佢就直接幫我轉介返去我想睇嘅嗰個項目。如果大家去到想食嘢嘅話，喺嗰個地鐵站裏頭呢，就有啲小食亭，又或者去到醫院裏頭，喺佢個探訪病人嘅 A 座同埋 B 座中間嘅地下呢，就有一個飯堂，咁同埋呢有間翠華餐廳嘅。咁到時如果你哋有需要嘅，可以喺裏頭食嘢。好，今日就分享完畢。咁如果大家仍然有啲咩問題，歡迎留言，我會盡量為你解答。頭先講過地鐵、公交車號同埋點樣預約嘅電話號碼呢啲資料，我都詳細擺咗喺呢條視頻描述欄裏邊。咁你喺視頻標題嗰度按一下呢，就會入到去睇到我嘅描述欄嘅資料。咁你哋可以多加善用。好，多謝大家觀看我嘅視頻。如果喜歡，歡迎你哋免費訂閱。覺得資料有用，記住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仔。下次見，拜拜。